點解要幫人先至真正學識塔羅占卜？答案好簡單，因為每次幫唔同背景嘅人占卜，每個 case 嘅情況、人事物都唔一樣。呢種累積經驗嘅方法，絕對係自己幫自己占卜做唔到嘅。03年，即係22年前，我做塔羅占卜師嘅時候，已經發現所有我認識嘅職業占卜師都唔幫自己占卜喎。嗰陣時我就已經明白，幫自己占卜係冇辦法可以提升自己，同埋真係發展呢一種嘅能力。幫自己占卜嘅時候，你有主觀情緒啦，塔羅反映心理潛意識，睇牌嘅時候會不自覺偏向自己想法，根本睇唔清楚真正嘅意思。幫其他人占卜就可以客觀好多啦，而且每次見到唔同牌嘅組合，或者同一張牌放喺唔同情況下要點樣解讀先至準確。每次一個新客人、新問題都係你真正透過經驗提升技能嘅機會。當你唔死記牌意，或者唔會俾自己主觀影響，就真係學識靈活解牌啦。我教學同學其中一個必要步驟，客人回應好重要㗎，所以佢哋可以好快學識點樣做占卜師。邀請你哋分享下幫自己或者其他人占卜嘅經驗，留言加追蹤專頁加 inbox 我就可以獲得免費自學塔羅電子書啦。只需要150蚊可以體驗實體塔羅工作坊，學無需死記牌意嘅超準占卜。報名 Level 1課程，甚至完成3個 levels 嘅課程同作業，獲香港專業塔羅協會認可占卜師證書。ID WhatsApp 我哋51164824或者66327332報名啦。歡迎追蹤我香港專業塔羅協會會長 Manny 嘅 IG，獲得更多塔羅知識上堂二。